爸爸妈妈，我离开恁遮久，到现在也阁袂记转来故乡看到恁。爸爸妈妈，请恁原谅我。今日接到妈妈的批信，亲像记着一面欢喜的心情，故乡的美丽风景，也像在阮目前。离开故乡这久，实在是，阮离开故乡这久，实在是，是为着阮的坚定。怎样艰苦也忍耐，无论我怎样艰苦也忍耐，等着成功会有你。妈妈，我都照着爸爸平时的教训，认真努力。是啦，一群天下无难事，这句话无错。我会照顾自己，爸爸妈妈也请保重好。慈爱爸爸妈妈免悲伤，愿望若无达成，怎样回故乡？为前途，请你原谅，期待阮回故乡。阮怎样艰苦也是为将来，阮怎样艰苦也是为将来。爸爸妈妈。